为了扭转建筑工地让人凌乱不安的感受，市府工务局自103年修订发布工地围篱立美化政策，规定符合规模的建筑工地围篱，必须要以彩绘、篷布、大纸、一载等方式改变过去铁皮围篱做法，借此提升城市景观美学，甲落实减碳政策。同时，为了鼓励业者配合，市府更举办了建筑工程围篱立美化比赛，如今也迈入第7届举办。恭喜我们恭喜得奖者，接着要进行我们工友组的颁奖。长久以来，大家都非常着重在工程的品质，还有工程的这个完工之后，它能够带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它的一个影响。但是在工程过程中，我觉得是过程跟结果一样重要，所以在过程中如何维持这个环境品质，以及减少扬尘，那减少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的冲击一样重要。那中间围篱我觉得是相当重要，尤其围篱的绿美化跟围篱的安全性，我觉得其实借着这个机会的一个算是表扬或者是像是竞赛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许多的施工单位更重视工程围篱。那工程围篱过去也曾经发生过，不管是鹰架或是围篱曾经有倾倒，或是说在台风的时候，或是说在一个事件的时候，或倾倒，或造成周边的一个影响，甚至过往的行人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呢，我们觉得其实能够兼顾围篱的安全性跟它的绿美化跟它的美观，这样子的话，一定能够一方面提升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，一方面提升了这个过往行旅的这个安全性再放巨观一点的话，也能够让这个城市更看起来这个景观更加美化。这次建筑工程围篱立美化比赛分为基建组11件、一般组56件，以及公有组7件报名参赛。最后由云匠建设、清景林竹产公司、万雄建设、大力建设、正基建设、富都建设、台南市停管处以及大腾公司分别得到各组的优胜甲佳作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